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1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8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94天。前线总共发生177次战斗，其中48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谢尔斯基继续声称米尔诺赫拉德并未被包围，且同样由第7空降军负责的城市防御。波克罗夫斯克仍然是消耗战的焦点，俄军持续向乌克兰防线施压，但已显露出作战疲劳的迹象。过去24小时内，双方活动仅限于局部冲突，没有一方取得任何领土进展。这表明在12月初加强攻势后，俄军攻势暂时有所缓和。尽管俄方声称已完全控制波克罗夫斯克市，但乌军仍在该市继续进行城市清剿和稳定行动，战斗仍在继续。一个关键进展是，据报道，乌军重新夺回了波克罗夫斯克东南部的里夫内村，这也凸显了俄军在守住渗透阵地方面非常脆弱。总体而言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这儿进攻节奏明显放缓。这个根据乌克兰第7军团官方的战报他说，俄军从12月10日清晨就开始积极行动，试图利用恶劣的天气条件，俄使用装甲车、汽车和摩托车进行进攻，纵队试图从城市南部突破到北部。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军第7防御区的部队预料到敌人的进攻，开始有组织的击退进攻，以奥列克萨多夫布什命名的第68独立列兵旅烧毁了俄的一个堡垒之后，包括炮兵在内，其他部队开始对敌方装备和人员造成破坏，摧毁敌方装备和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第76普斯科夫空降突击师部队参与了此次进攻。波克罗夫斯克防御行动正在进行中，国防军各部门参与了防御，包括空降突击部队、突击队、边防部队、特种作战司令部、乌克兰安全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警察。后勤保障仍然复杂，为了加强我们补给能力，一项扩大通往米尔赫诺德后勤走廊的行动正在进行中。按照谢尔斯基他的通报说，29平方公里的波克罗夫斯克，俄军如今仅控制16平方公里，乌克兰已牢牢掌握13平方公里，至少说明双方还在波克罗夫斯克在这儿苦战，并不像普京所说的，对吧？普京1个月前就说俄军已经占下了波克罗夫斯克。当然了，普京已经不止1次宣布他已经3次宣布红军城已经全部解放。我记得普京当时下的死命令是11月15号拿下波克罗夫斯克，后来一看又推迟到12月15号，那未来还有3天，看看格拉西莫夫能不能完成这任务，不能一次又一次的让普京打脸，让普京没面子。那么在那个同样被普京称之为俄军已经占领的库皮扬斯克，现在什么情况呢？来自乌克兰军队进攻消息，乌克兰再传捷报，乌克兰成功收复库皮扬斯克市大片领土，数百名俄军士兵被部分包围，只能游过奥斯基尔河才能逃脱。几周前，俄罗斯几乎控制了整个库皮扬斯克，如今乌克兰控制了库皮扬斯克65%的地区，这逆转可以说是军事奇迹这个也是乌军坚守的象征，更是抗争的荣耀，更是对俄罗斯最有力的回击。米尔诺赫拉德南郊的战斗仍在继续，乌克兰第503海军陆战营击退了俄罗斯士兵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在多布罗皮利亚，俄罗斯在多罗兹涅村推进约1平方公里，这个可以说这个打得非常艰苦恰恰印证了精疲力尽的俄罗斯已经是强弩之末，在前线可以说越打越惨。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旅马扎尔之鸟，也就是第414旅那可是在波克罗夫斯克这儿大显身手每天都要结果几十名俄罗斯士兵，这简直就是杀戮昨天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莫斯科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莫斯科很多航班中断2025年12月11号凌晨，莫斯科、多莫捷多沃、谢列梅捷沃、弗努科沃等4大机场因防空需求实施临时管制，超200架航班延误或取消。乌克兰此次行动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封
蜂群无人机的战术。根据俄国防部通报，12月10号晚至11日凌晨，俄防空部队在多州击落287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32架直指莫斯科方向。这种战术的核心在于以量取胜。乌军自研的安196柳特无人机航程达1500公里，成本仅2万美元，却能迫使俄军动用100万美元级的 S-400防空导弹拦截。更关键的是，乌方通过诱饵突防组合策略，先用低成本无人机消耗俄防空系统，再以高超音速导弹突袭。但是莫斯科作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中心，防空系统本来应该是固若金汤，但无人机的威胁暴露了俄军的3大短板。第一个就是这个战怎么打都是俄罗斯吃亏，因为乌军这个无人机最贵的是2万美元一架，便宜的还是诱饵机那就是很便宜，先过去30架探探路，消耗一下敌人的火力吸引火力，把那个 S-300、S-400给它引出来，后面又跟着这个稍微贵一点的柳特无人机2万美金，你这个产层的那些 S-400导弹打那个也不合适，但是必须得打，不打人家炸你了。最后等你的所有的这个防空导弹都消耗差不多了，对吧？这个乌克兰的远程导弹就来了，突袭，那导弹威力更大所以说你这个俄罗斯用 S-400去打 S-400成本很高的，而且效果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个战怎么打俄罗斯都是失血。 S-300、S-400还经常误炸，炸着自己人，乱成一锅粥第二个就是技术方面，那俄罗斯基本上跟乌克兰开始出现代差。什么意思呢？乌克兰的无人机人家用的是德国的发动机，北约的导航系统，然后加上乌克兰自己的或者西方国家的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对这个雷达的规避，对吧？抗干扰能力是越来越强，所以说技术上慢慢的出现代差，实际上就是吊打。第三个就是心理上的震慑，对吧？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一地区本来是岁月静好，俄罗斯人不知道战争在他们家门口。这一回当漫天飞舞的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对吧？从低空飞过，小摩托的那声音划过莫斯科，对吧？的夜空，什么感觉根据媒体报道乌克兰方面10号夜里对俄罗斯的叫斯摩棱斯克州多罗格布日弹飞场再次实施打击。这个地方它今年已经打击好几次了。地理定位至维尔赫涅德涅普罗斯基地区。画面显示，该工厂附近发生巨大火灾。该厂生产具有军民两用的化合物，叫硝酸铵，那就是火药在此之外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叫去能源化的战略，对吧？还在进一步实施中也就是乌军不仅持续不断的打击俄罗斯的那些炼油厂、输油管道和码头，现在已经开始打击这个俄罗斯的影子舰队，也就是加大了打击力度。当地时间12月10号，乌克兰安全局和乌克兰海军合作，再次用3艘自杀式无人艇，也就是海洋宝贝击中了正前往黑海东部新罗西斯克港的大商号邮轮。袭击发生时，这艘邮轮悬挂着科莫洛群岛旗子国旗在进入乌克兰专属经济区后关闭了识别系统。消息人士称，大商号遭到攻击后受损严重，已失去行动能力。这个视频在网上也很多，就是那个海洋宝贝无人艇拍下来的直接就击中这个大商号那个叫轮机舱或者叫主机室。大商号属苏伊士型邮轮，载重吨位高达 16.46 万吨，总价值3000万美元。因运输俄罗斯原油和无保险航行而被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制裁。情报显示，大商号位于印度的一家公司管理。从视频中的水位线判断，跟之前遭攻击的影子舰队邮轮一样，大商号遭袭时也处于空载状态。这艘船是前往新罗西斯克港装油的。你说这个乌克兰人这个无论是安全局局长马柳克，还是那个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那是专门的叫奶壶不开提奶壶。前2天普京刚警告完，对吧？说你要袭击我们的船，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我们要加大力度了。结果你看这个乌克兰人叫固若罔闻，根本没听见。你普京越警告他越来劲，加大了对这个影子舰队的打击。有媒体说乌克兰人的海洋宝贝攻击这个大商号的时候英国空军的一架战略侦察机正在黑海西部上空徘徊，那是干啥呀？不就是在指挥吗？对吧？不就是情报吗？不就是信息导航吗？对吧？鉴于乌克兰行动的精准性，不排除支持者为这些袭击提供了情报，帮助乌克兰确认目标和位置和状态等信息。我昨天节目就说了这英国人呢帮助乌克兰人发展海军
军，打击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把俄罗斯的势力从黑海赶走，那是相当感兴趣啊，而且是默默的啊在付出。你想一想，要不然乌克兰怎么可能这个无人艇，对吧？发展的这么快呢，这么厉害呢？没人帮助那是不可能的。我在想啊，这个俄罗斯的1000多艘影子舰队，它上面很多船员都是大国人，还有这个印度的、孟加拉的什么的。本来啊，这些船还算安全，对吧？到处往印度、往东印度送油。那现在随着这个乌克兰加大打击，我相信啊，这些船员呢，赶紧辞职吧，何必呢？哪儿的钱不能赚，对不对？现在啊，基本上还没有看到人员伤亡的消息，但是以后，对吧？随着这个战打得越来越激烈，炮弹可不长眼了，对吧？你给大俄干活，打死白打。俄罗斯的其他的啊一些目标也遭到了打击，夏诺夫格罗德叫阿克隆化工厂遭到打击，该企业是俄最大的化工生产企业之一，其产品和原材料具有两用性，也就是居民两用啊，特别是作为生产炸药的关键成分。根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啊，乌克兰首次打击了俄罗斯在里海的石油平台，这不是黑海了啊，这个乌克兰可真是长能耐啊。这个远程无人机打击了卢克石油夏弗日斯克石油公司拥有的叫菲拉诺夫斯基平台，至少4次命中，20余口这个油井的啊油气生产全面停产。该平台是俄里海最大的油田之一，储量1.29亿吨和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而这些产品全部用于出口，也就是乌克兰从打击炼油厂、输油管道、码头开始向纵深这个挺进了啊，开始打击油田、油井，打击采油的吧，开始向源头啊延伸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首先是有欧洲媒体报道啊，说乌克兰国防工业联合体正在致力于 S-300 和 S-400防空系统导弹的本地化生产，并计划将其与欧洲雷达站相结合。这个本来啊 S-300、S-400恐怕在前苏联时期啊，或者俄罗斯还没有跟乌克兰开战之前啊，都是由乌克兰帮着维修，对吧？用的恐怕也是乌克兰的发动机，这些图纸，对吧？这些秘密乌克兰都有，人家自己现在在生产 S-400，然后再配上美西方的这个雷达，如虎添翼啊，这个对乌克兰来说不是难事啊。另外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欧盟现在推进的叫赔偿贷款计划，离成功啊越来越近了。这个继德国啊成为这个赔偿计划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担保人啊，他给比利时担保1/4。那现在你看啊，首先是这个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贾德表示啊，那主要是这个俄罗斯的很多财产就冻结在俄罗斯的这个比利时的啊，这个叫欧洲中央银行。哎，这个行长说了啊，他说啊，欧盟委员会最新提出的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提供融资的方案最接近于符合国际法。你看看这欧洲央行行长已经发话了，说欧盟这个计划符合国际法，他当然说是最接近国际法。该计划已于上周正式提交给欧洲各国首都，旨在调动俄罗斯在欧盟持有的2100亿欧元的资产。拉贾德强调，该方案还应让投资者放心，他们担心所谓的赔偿贷款可能等同于没收资产。好了，这是欧洲央行发话了，说那也就是他很委婉的啊，就支持这个赔偿贷款计划。那欧洲的统计局呢，为这个他也修改规则了。根据欧洲媒体报道啊，欧洲统计局表示啊，为支持向乌克兰提供2100亿欧元融资方案所需的财政担保，不会增加法国和意大利沉重的债务负担，这让两国可以松一口气。据一封信函显示，欧盟统计局周二晚间致函欧盟各国财政部，告知他们这笔贷款的金融担保以冻结在比利时境内的俄罗斯国有资产为抵押，将被视为或有负债。换言之，只有在触发担保时，这些担保才会影响各国的债务总额。我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欧盟对成员国各个国家的这个负债啊，它是有要求的啊，你负债不能超过多少，每个国家都这样。你就像恒大呀呢，你那个资产负债比都已经达到90%了，你很容易爆雷啊。所以这个具体的欧盟对各个国家的负债的要求，这我不知道啊，它应该每个国家还不一样。好，那你看啊，为了给乌克兰提供这个2100亿欧元的这个叫赔偿贷款，那各个国家是要担保，那个一般的一担保啊，那么在欧洲统计局看来，那你这就是你的负债了，那是不是就增加了这些国家的负债？那如果这个国家的负债一增加，那它的真正的负债就是对吧？用到本国的负债就少了，那这个国家就压力就更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好了吗？你说欧洲统计局他说啊，你为乌克兰这个俄罗斯冻结的资产做担保的，不算负债，不统计在你这个国家负债里面，就这意思啊。我给翻译一下，这不就是
就是这都是在为方方面面，从欧洲央行到欧盟统计局，方方面面都在为给乌克兰提供这个2100亿欧元的赔偿贷款在开绿灯，在修改规则。这还没完啊，这个冯德莱恩来硬的了啊，还是欧洲媒体报道啊，欧盟警告比利时，如果比利时首相巴特德韦弗阻止向乌克兰提供2100亿欧元贷款，比利时将面临与匈牙利同样的孤立境地。这个比利时他是要求欧洲各国，对吧，对他进行再担保、反担保啊，这叫反担保，以避免比利时和欧洲清算银行独自承担可能提起的诉讼。但是欧盟领导人的耐心正在耗尽，他们正在考虑以有效多数票通过该决议，以绕过比利时或匈牙利的否决权。现在可以说是欧洲生死存亡的关头，对吧？还在为这些事情在这扯皮。德国都为比利时做了1/4的再担保，这比利时还是不满足他压力大，你知道吧？比利时首相德维弗警告称比利时已准备好就针对乌克兰的赔偿贷款计划对欧盟采取法律行动。什么意思就好，你欧盟你要强行要通过这个，然后把这个赔偿贷款要给乌克兰，然后用这个比利时冻结的这个俄罗斯的资产做担保。那好，那我就去告你，变成个民事官司了，你打官司去吧。这个比利时的首相提出，该计划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将对比利时的单独造成巨大的财政和法律风险。如果无法就公平的风险分担达成一致，也就是大家一起来分担呢，都来给我担保，比利时将毫不犹豫地提起诉讼。这给我的感觉这事就成了。那比利时他也没招了，他不行，我告你吧，对吧？你们要蛮干，对吧？要霸王硬上弓，那我起诉你，你起诉那钱已经给了乌克兰了，你起诉去呗，怎么执行呢，对吧？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欧盟再努力，再施加点压力差不多了。因为欧盟现在压力非常大呀，因为特朗普盯上这个钱了，这个对德国、法国，对吧？对他们来说那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你美国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你说你怎么花，人家管不了。人家欧洲人冻结了俄罗斯资产，这个特朗普还要来插一杠子。美国媒体说他说特朗普政府向欧洲提交了一份仅有1页的计划，就一张纸旨在利用约2000亿美元的俄罗斯冻结资产重建乌克兰，同时概述了美国将通过巨额投资使俄经济重新恢复。该提议引发了与欧洲盟友的严重冲突，他们认为该计划的部分内容不切实际，或者让人想起雅尔塔式的权力划分。长期目标是让俄重新融入全球经济，让美国公司投资于能源、稀土、北极石油等领域。欧洲拒绝恢复对俄的能源进口，并担心特朗普的计划会重振俄经济。也就是特朗普也打上了欧洲冻结俄罗斯资产这2000亿欧元的这个主意。那这样的话，欧洲还不是加紧时间，对吧？赶紧给乌克兰花了，让特朗普死了这条心。你现在留着，对吧？最后也是被美国人占便宜。欧洲傻不傻？这个意大利的晚邮报报道这个泽连斯基不是在意大利访问吗？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花了90分钟试图说服泽连斯基做出痛苦的让步以结束战争，但泽连斯基拒绝了。相反，泽连斯基试图说服梅洛尼软化特朗普对乌克兰的立场，并提出了自己对意大利支持的要求。这个意大利大家也知道反正在欧洲你说它大吧，它也不大；你说不大吧，它好像也有点作用，也处于这么个尴尬的境地你带它玩吧，好像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你不带它玩吧，好像还少了一个啥，对吧？你看最近，对吧？最危险的时候是英国、德国、法国开会嘛，3巨头。我们再看这个美乌和谈现在什么个情况？根据美国媒体说特朗普最新版本的投降计划曝光，也就是他们在这个佛罗里达州那个迈阿密吧，美国的卢比奥、维特科夫他们跟这个乌克兰的乌梅罗夫对吧，谈了一版这个所谓的和平计划。那美国媒体曝光了这个真假难辨，它是这个文件分成4个部分，关键就是又要乌克兰投降让出领土，换取安全保证和加快加入欧盟的途径。关于领土呢，美国提议完全承认俄对克里米亚、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控制，任何地位变更仅通过外交途径。什么意思就是美国承认克里米亚还有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属于俄罗斯了，你乌克兰
兰不能通过武力去夺取，外交手段可以，这个你说说。然后这个顿涅茨克地区设立一个覆盖该地区约30%领土的非军事区，乌克兰和俄撤到该区域边界后方，这有点像那个朝鲜半岛啊。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双方就地停火。然后呢，俄罗斯从克里米亚、扎波罗热、赫尔松、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这5个地区以外的地方撤军，你说这不是扯淡吗？这5个地区以外，他占了什么地方？没占多少地方，对吧？就哈尔科夫那边一点点。关于北约，美国保证北约不会吸收新的成员国，也就是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任何北约部队都不得驻扎在乌克兰领土。然后乌克兰的军队允许的兵力上限是80万。乌克兰获得类似于北约第5条的保证，但没有法律效力。乌克兰必须在签署协议后尽快选举。扎波罗热核电站在美国运营商的运营下重启，乌克兰将获得所发电量的50%。预计乌克兰将于2027年1月1日加入欧盟。美国计划部分解冻俄罗斯资产，部分资金将用于乌克兰的灾后重建，另一部分用于美俄联合项目。说来说去啊，就是让乌克兰投降。所以这个泽连斯基立马跑到伦敦，对吧？跟莫尔茨、斯塔默、马克龙紧急会晤，会晤完之后，立马修改了一个和平计划。这个咱们昨天介绍了啊，那绝不投降，发给了这个特朗普。那特朗普说了这个泽连斯基和欧洲巨头，对吧？商量好的这个计划之后，他非常失望，很生气啊，立马抄起电话接给这个欧洲3巨头打电话。法新社12月10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称，他与法英德领导人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使用了相当强硬的措辞，并警告说新一轮谈判可能是浪费时间。特朗普在被问及通话内容时对记者说，我们用相当强硬的措辞讨论了乌克兰问题，我们在人员问题上存在一些小的分歧，我们将拭目以待最终结果。特朗普还说他尚未就欧洲关于本周末在欧洲举行涉及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会谈提议做出决定，我们不想浪费时间。也就是乌克兰和欧洲提议跟美国3方坐到一起再谈一次，对吧？沟通一下。特朗普说没有必要了，浪费时间。特朗普还对欧洲政治领导层猛烈抨击。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说欧盟是一个由软弱之人主导的正在衰败的国家集团。他指责美国的这些传统盟友国家未能控制移民，结束俄乌冲突，并表示自己将支持与其自身愿景相一致的欧洲政界人士。随着特朗普不断提高对欧洲指责贬损的调门，不仅退休官员，迄今一直认为高的现职领导人们也纷纷开始不再沉默，就是开始批评这个特朗普了。首先英国媒体说欧洲领导人需学会反击。特朗普的严厉批评震动欧洲。政治新闻网在一系列相关报道中说这是特朗普迄今为止对这些西方国家发出最严厉的批评，其言论可能是导致美国与法国、德国等本就紧张的关系陷入决裂。英国卫报发出呼吁他说白宫正积极寻求削弱并控制美国的传统盟友，欧洲领导人必须学会反击。文章称，华盛顿将盟友欧盟视为安全资源的消耗者、经济竞争对手，并认为双方在文化领域站在对立面。欧盟需以加强战略自主与防务团结，促进欧洲在更广泛经济领域获得利益来应对。那英法德是怎么回击的呢？首先是德国总理默尔茨说乌克兰完全有权决定其最终愿意接受何种领土要求，强迫泽连斯基签署一份乌克兰人民在经历了4年痛苦、牺牲和斗争后不会接受的和平协议，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谁强迫不就是特朗普吗？对吧？这个默尔茨表态了，谁也别想强迫乌克兰。这个默尔茨还说他说他相信德国及欧洲在未来几年将面临险阻，因此无论在安全领域还是在经济政策方面都必须比现在更加强大。与此同时，德国仍承诺将从2026年联邦预算中拿出150亿欧元支持乌克兰。默尔茨表示，德国不计划进一步增加援助金额。总之德国2026年就是150亿欧元呢，来点实际的，对吧？这个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他说结束俄乌战争唯一机会是加大对普京的压力。普京侵略乌克兰不是因为他受到北约的保护，而是因为他不受北约的保护。对于乌克兰来说，交出土地将是一场噩梦，而美国将承认俄窃取的土地为俄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建议，让这场噩梦变得更糟糕。这是自2战以来华盛顿第一次做出这样的事情。你看看连这个
个约翰逊啊，他是跟特朗普关系还不错呢，开始指责特朗普，对吧？你干的这丢人现眼呢，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做出这种事情啊。不过啊，泽连斯基啊，好像也有好消息啊。这个特朗普他也说啊，他说他卖给北约用于援助乌克兰的武器中包含导弹，他在这卖官司啊，要故弄玄虚啊。这个他说卖给这个北约的武器里面有导弹，至于什么导弹他不说。特朗普在白宫说啊，我们不给乌克兰钱，我们卖给北约的主要是导弹和其他所有武器，北约向我们付款，然后他们再发往乌克兰。那好像特朗普的意思是给乌克兰卖了导弹，那是战俘还是什么？军事援助不停就行。这个加拿大的专家说啊，普京将重蹈米洛舍维奇覆辙。加拿大法学教授门德斯接受乌通社采访时称，普京必将被国际刑事法庭追究责任。他说啊，看看米洛舍维奇的结局，便知普京最终命运。普京自认坚不可摧，不可触碰，坚信不会被追责。米洛舍维奇当初也是如此想。门德斯认为，米氏被追责得益于西方惩处他的决心，虽这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久，但他称普京最终也会在国际刑事法庭接受审判。这个不管怎么说啊，是泽连斯基交给美国的最后一版和平协议，还是美国现在对吧主张的这一版和平协议？反正这里面跟那个当初的28条投降协议不同的地方啊，就是没有免除追责，也就是啊，他当初的28条里面不专门写了一条吗？不要再追究，对吧？这个各方责任。那言下之意就是战犯就放过，但是这一条在现在的所有的协议里面都删掉了啊。那言下之意就是还保留追究这个战争犯的权利。这个就这一条，普京他也不答应了。所以说啊，这个特朗普搞的这个和平协议啊，必然是闹剧一场，瞎子点灯，白费蜡。实际上，俄罗斯国内现在是啊一团乱麻呀。根据彭博社这个报道啊，他说俄罗斯已自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以最低的价格出售其石油。该通讯社指出啊，从黑海运出的乌拉尔原油和从太平洋运出的这个原油交易价格已跌至战争爆发以来最低点。彭博社说啊，12月1日至7日期间，俄罗斯最受欢迎的乌拉尔原油从波罗的海港口出口的价格下跌约2.4美元每桶至41美元一桶。在诺沃罗西斯克，俄罗斯最受欢迎的原油在报告期内下跌了2.8美元一桶至38.28美元一桶。主要供应给大国的原油价格下跌1.6美元，平均交易价格为每桶52.36美元。对于俄罗斯的另一个重要客户印度也有好消息，12月1日至7日间，运往印度的俄罗斯原油价格下跌1美元至每桶57.7美元，创下自2023年3月以来的新低。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相对于基准的布伦特原油折扣已达25.8美元。你想想啊，这个让利的这部分那都是肉啊，那是纯纯的利润呢，让出去了，这个很有可能导致它越卖越亏啊。但是它没办法啊，即便是越卖越亏，它也得卖，要不然它没有外汇。说尽管原油价格下跌，俄罗斯仍增加了原油出口，越来越多的石油滞留在海上油轮上。根据该通讯社估计，近1.8亿桶俄罗斯石油储存在油轮上，比8月底增加了28%。这个还是彭博社报道啊，说大国增加了从沙特石油采购量，自年初以来，沙特已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第2大石油供应国。所以这个制裁还是很管用的啊。再配合上呢，这个乌克兰打击这个俄罗斯的影子船队，俄罗斯难以为继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